但是各自提供，2位工程师都要提供。大家晚安。老师晚安。希望同学看来希望上天的慈悲，老师的同志，伊个好老师的努力，手在先，即个方面，今天是甲参与宣传师，助理，今仔是组长，所以就在拄好以前才会当来这重要的过程内底，要学习。因为同学来初读册，如果感觉若是老师对个真正是确实的所在，真正是认真的，甲同学即个比较大家。希望同学配合即个讲题是，首先用自我关键开始，首先用自我关键开始。婉转清澈，咱一点加会做，也就是讲，什么是反省的？反省就是咱咧改进，因为咱人一生的当中，咱对究竟是啥物？如果咱嘛无了悟，咱逐工拢伫咧无用的当中来浪费咱自己的生命。也就是人生，逐工无闲，梦幻一场，人生茫茫茫，短短梦一场。一世该从茫茫里过，有谁反向研修？咱爱反省，咱家己是不是有用宝贵的生命来追求名利甲快乐？是不是有用无价的生命来换取有价的物件？咱爱趁钱，是为着爱钱，并非为着爱钱才来趁钱，是为着养家活口才来趁钱。如果讲钱有够用就好。在咱追求名利过程当中，咱承受贪恋心体，承受错错，承受犯错，甚至是犯错误。咱有心想要修行的君子，应该爱效法佛菩萨的精神，来典
咱人生的价值，付出无凭无价，以及无限的爱心，这就是反省的本意。第二点就是毋知影检讨家己的缺点。当今即个社会上的人，包括互学父母，嘛是讲，将来会当看到别人唔对的所在，拢毋知影检讨咱家己的缺点，敢若只会晓怨告别人伤情，毋知影咱爱家己当作是咱的模范。当咱指责别人的时阵，咱是指别人，三指是要指家己的。这就是要甲咱讲，要甲家己讲，咱家己嘛是会错，而且错的过程呢，比别人搁较侪，搁加3倍。难道咱家己敢毋免检讨反省吗？咱在一个感叹世风之下，咱不如以行动来改善、来诱导这个社会善良的风气。咱要批评别人唔对的时阵，不如反省咱家己。咱人生就是讲，拢爱听好听话，听着好听话呢，咱就了无心死，就血水会翘起，就会忘记家己是啥物人，就会一意孤行。因此呢，会落叶生悲，什么就会叹气离心。因此，哪有法度通好检讨家己呢？古早人讲一句讲，忠言逆耳，可靠有力。将是一个国家的这个领导者，他是一个普通的百姓家。如果会当落实即句话，哪会毋知影通去检讨家己的缺点呢？这就是反省本来的意义。第二，反省的重要。古早人讲，五人最大的智慧就是反中求正。咱人若错，就爱改，要改呢，咱爱知影讲，咱家己的错在哪里。咱自己若有错呢，别人未必会甲咱讲。因此，反省呢是非常重要。会晓反省的人，才会当过清自身的。换句讲，知影反省的人，才会当算是已经进入这个心灵的境界。咱吃素、清口，并是着已经修成正果案的，是有心想要守义理，是合法的这个要行义理啊。因为咱是一心得着正着修啊。因此呢，反省自己的短处，乃是修道进阶最主要的基础。再来第二点，自我，有个
行有不得，短久之己。咱人若一旦失去了这个清净心、迷妄心，就会来妄自咱家己的心，在看外在一切人事物，就会无客观、无正确。在日常的工作当中，如果若有事遇到困难，咱来反求诸己，咱有对一个毋对，那无法。以周处来有伤害的故事，甲大家来分享。咱大家嘛拢知影讲，古早时代有一个故事叫做周处除伤害。古早时代有地方除伤害，第一害就是欢迎霸道的周处，第二害就是东山的猛虎，甲加上东上的这个赵良。地方的父老乡亲，若有人提议讲要用这种法来激这个身体勇勇的周处，来除去猛虎甲赵良，但是真正周处真正甲赵良甲猛虎除掉的时阵，当乡亲放炮伫咧庆祝伤害已经除掉的时候，周处拖着即个真险的即个身躯倒转来。因为伊是回头惨面，大家拢有办，听着乡亲所讲的这个伤害，伊用一害是伊家己的时阵，因为伊拄拄经历生死的关头，甲猛虎交龙对决，伊就是当下会当穷其诸法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伊就是反求诸己，因为伊暗暗发出即个羞耻心甲真勇气，所以地方的两害除掉，周处也真心来忏悔，伤害名是除掉。再来上天慈悲，不杀回头子，地方的乡亲也接受着即个改头换面的即个周处，即个故事呢，甲咱讲。咱爱有羞耻心，爱有真勇气来反省。古早人讲，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咱毋通有错就认错，而且要搁念后。有一个错，就爱用一个白菜花来拗，10个白菜花，甚至100个白菜花，就错事连连，甚至袂当收煞。这就是咱咧讲的讲，朋友不得，反求诸己。再来第3点，古文反省自己的不是，乃是推手单。咱知影反省的人，拢会感觉讲家己的毛病有问题，因此呢，常常伫咧忏悔，常常伫咧改过。那毋知影反省的人呢，拢常称在讲怪别人对不负责，怪别人毋好，怪别人讲哪会无要对咱好。咱若要爱别人对咱好，咱爱先对人好。人毋哪会对咱好？咱若无咧，你看，人凭啥物来对咱好？
因此表示讲圣人所得，人民所效，小人无过一句话。因为圣人天人，伊有就是一个检讨，所以伊才会感觉讲家己的过错真济。凡夫俗子呢，拢是悔过难方，遇到啥物代志，拢是讲，拢是失败的，啥物讲，拢是我的。咱如果若就是讲，咱家己拢无毋对，那安尼，咱是毋是就所谓的小人？因此，咱是毋是爱赶紧改、赶紧修，来发觉自己的个性在哪里？圣贤君子的这个模样来检查、来发觉自己的过错在哪里？因此呢，咱若是有检讨、有真修实练，咱是毋是就是已经摕到家己的回程单？礼文大同篇咧讲，己心疲力，借假修真，恢复本性之自然。咱100年了后，咱才会当回无极比天，咱的故家乡，咱的老母娘伫遐咧等咱转去呢。第4点就是讲，天理最用心，必外人。咱只要切实反省咱家己，咱软言心，也讲万法所生，唯心所立。华严经嘛有讲，三界诸法唯有心故，应观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。这个心呢，就是咱学佛也所要体悟的这个本来的面目，就是咱的自性佛，咱的主人翁。咱若无出这个智慧，是咱有心想要学佛、修行的这个学佛的君子的这个根本。咱人以天界的这个条件，咱来愿做怨恨、恼恨、咒骂，甲这个执着放下，也就是爱甲亲人心放下。咱除了反省，来无他法。真正人乃当一日过一日，不断的反省，才会当使家己达到和谐无私的这个境界，才会当使咱家己咱的心甲宇宙界化下去。因此呢，依靠咱的良心，才会当显露出来。咱良心就是天理，天理就是本性，也就是自性，也就是咱依道生足的这个自性。是咱自性分，咱爱来显露出来。好啊，今天就学习到这，以后先吼，然后就准备有较些，都再大家来学习。以上，谢谢。Gracias.